差餉係持有或者係使用物業所必須承擔嘅一項重要費用。了解差餉，即係理解物業持有成本嘅關鍵一步。差餉物業估價署每年都會評估所有物業嘅應課差餉租值，即係假設該物業單位喺指定嘅估價依據日期出租，可以獲得嘅全年市值租金，再將佢乘以政府制定嘅差餉徵收率，就可以得出應繳嘅差餉金額。以2025至26財政年度為例，所有非住宅物業，包括商業大廈、工廠大廈、商鋪等，差餉徵收率均為應課差餉租值嘅5%，按季度預先繳納。若果未能於指定嘅最後繳款日期前繳納差餉，將會產生額外嘅附加費。不過，其實係有方法可以減少或者豁免差餉。工商部業主同埋租戶如果想了解更多有關差餉嘅合法減免指南，可以到美聯工商鋪網頁了解。